今天来教你们做一道非常简单的家常菜蒸肉碎。这个做法是我小时候妈妈经常做的，现在都还在吃。准备一块五花肉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小丁，然后放入盆中备用。接着切点葱花蒜蓉。小米辣备用。我肉里加入1勺料酒，去腥2勺生抽，提鲜半勺老抽上色，再来1小勺白糖提鲜。增味搅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，接着打入1个鸡蛋，继续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肉丁都能裹上调料。这个时候我们来起锅烧油，等油温6-7成热的时候，把肉末倒进去，翻炒几下，炒到肉丁变白就可以出锅了。将肉末倒出来，重新起锅，放油温4成热时，放入葱花、小米辣和蒜蓉，爆香。接着倒入之前炒好的肉末，翻炒几下，加2勺生抽，提鲜半勺鸡精提味，快速翻匀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这样一道简单又好吃的蒸肉碎就做好了。这道菜用的是肉丁，而不是肉丝或者是肉片，这样做出来的口感更加软糯，而且吃起来更香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道菜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收藏哦，关注我，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常菜分享给大家。接下来教你一道特别解馋的家常菜酸菜鱼。准备1条草鱼，清洗干净以后，在背部斜着画上几道，然后再改刀切成鱼柳，放在碗中备用。接着在鱼身上撒上少许的盐，用手按摩一下，腌制几分钟。准备1根酸菜，把它撕成小块，然后放在热水里面过一遍，去除多余的草酸。接着起锅烧油，油热之后放入姜丝和花椒爆香，再放入酸菜翻炒几下，加入清水，大火煮开，转小火慢炖10分钟，熬出酸香味。捞出酸菜放在碗底垫底，然后把鱼骨鱼头放入汤汁中，小火煮3分钟，再把鱼肉焖5分钟就可以了。最后淋入热油，激发出香味，一碗酸爽开胃的酸菜鱼就做好了。喜欢吃鱼肉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。